大家好，学习语言必须先从最基本的听和读开始，让我们一起来练习吧。想说好汉语要注意变调，那什么是变调呢？变调是指字和字连起来说时发生声调变化的现象。我们上2期节目中讲到了一字和不字的变调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3声变调规则，也就是2个3声音节的字相连时，第一个字读成2声音节。比如你好、美好、理想、勇敢，请不要读成你好、美好、理想、勇敢。请不要像这样把词语中的第一个字读成3声，而是要读成2声。你好、美好、理想、勇敢。现在请跟着我读2篇小短文，练习3声规则吧。海水刘扰民。海水海水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蓝？海水笑着来回答，我的怀里抱着天。海水海水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闲？海水笑着来回答，因为渔民流了汗。本篇小短文中的生词有我、你、问、答、为什么、海水。请跟着我再来读一读海水刘扰民。海水海水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蓝？海水笑着来回答，我的怀里抱着天。海水海水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闲？海水笑着来回答，因为渔民流了汗。请跟着我再来读一篇小短文，小老鼠民间童谣。小老鼠上灯台，偷油吃下不来，吱吱吱喊奶奶，奶奶不肯来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本篇小短文中的生词有老鼠、奶奶、上、下。请跟着我再来读一读小老鼠民间童谣。小老鼠上灯台，偷油吃下不来，吱吱吱喊奶奶，奶奶不肯来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3声变调规则，也就是2个3声音节的字相连时，第一个字读成2声音节。祝大家都能说好流利的中文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点赞关注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